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嘛是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昨暗伫嘉义的民雄一大回收场倒火烧，因为内底拢是紧烧的物件，火是炭甲真紧，一烧就袂收煞的。加上4库里佫欠水，消防人员水线牵1公里远，才找到水源来拍火，加在无造成伤亡。也毋过有一个消防人员伫拍火的时无细致着伤，送上病院。伫暗暝中火正大，烟也一直冲出来。19暗7点外，有民众看到嘉义民雄乡一间回收场边啊，拢伫咧发草的空地啊倒火，赶紧靠互消防队。烟锅火拖到回收场内面，内面拢是硬度的物件，规个回收场拢倒火。我们7点10几分的时候报119，结果没有通，我们打110，然后警察先来，然后之后双埔的分局先来一台，然后之后第2台大概晚半个小时来的。暗暝中，这场大火让人看了真惊。嘉义县消防局派10几个分队到场斗相共拍火。现场的消防人员讲，因为规个回收场拢倒火，先控制莫搁团开，要规个拍花无遐紧。我们派的人车在周边做这个极限火势的动作目前火势已经在极限在回收场里面，没有往外扩大燃烧的迹象。那我们持续呢会在周遭做警戒。因为火正大，边啊资源阁无够，消防人员拍火阁较困难。只好先去附近1公里远的排水沟，甲民雄的污水处理厂抽水拍火。民雄乡长何家兴也到现场关心，伊也提醒当地民众唔当随便烧杂草。应该起火点不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边缘的水沟旁边。然后就是现在干燥嘛，这个火烧起来，我们也希望乡民呢要注意这个平时比如说杂草不要去燃烧，以免像这样发生这么大火。消防局讲，好佳在无人掉伫咧火场内面，因故一位53岁姓吴的消防员无顺利和落来水大头讲到腰，好佳在只是皮肉伤，已经送病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来关心，台铁道路局败马，造成49个人死亡。交通部长林佳龙担起政治责任，辞职落台，做到今仔日。行政院伫昨昏宣布讲，由现任的交通部政务处长王国材来接交通部长，因为伊较够协调，阁有交通的专业，上任了后会赶紧来改革台铁。伫欢送会中，交通部处长王国材代表交通部全体同仁，送予这位卸任的交通部长林佳龙琉璃的纪念品。随后下晡4点半，行政院正式宣布由王国材接任交通部长。今年62岁，王国材是交通科班出身，交通大学运输研究所博士，做过高雄市交通局局长、中华邮政董事长、北代理港务公司董事长、交通部长。做交通部处长期间，就协调华航机师的罢工协商，也有航空业罢工的劳资协商，做办化解交通部危机。和苏贞昌认为是会使随上手的接任人选。王部长具有优秀的沟通与协调能力。2019年华航的机师罢工事件，大家都看得到，他非常的稳健，也非常的圆融，来处理这一个华航的机师罢工事件。我愿意全力以赴接续加上部长把台铁改革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是在这个月底4月底以前，把现在台铁现在的184处的工地做一个盘整，然后在100天内把它完成各项的改善。即将领着接下台铁改革的困难的任务，王国材也讲，新任的台铁局长已经伫咧询问阶段，真紧就公布，未来先调整台铁的体制，改善财务。若是做得好，就向下一个阶段来努力。意思是伊愿向公司化来努力。台铁企业工会是表示，顶礼拜王国材就以处长身份拜会台铁，讨论改革方向。工会对新部长有期望，不过也捍卫员工的权益到底。整个交通部的改革方向跟策略，都还是必须有受过行政院的决策，因此我们未来工会的最主要重点还是观察到它整个改革的过程跟策略如何的去兼顾所有员工的权利。伫泰鲁阁号龙山火车落马事故地点，经过17天抢通甲巡检，早起正式恢复通车。通车了后，头一班410车次客运车透早5点27分由宜兰发车，晚6点40分顺利经过泰鲁阁号事故现场。这位卸任的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交通部最后一天上班日，亲身坐列车，要证明事故路段经过台铁的努力，已经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昨昏针对德鲁古事故民众馆的善款召开委员会议，有立委是质疑讲，善款监督委员会在面的代表敢若2个人，这钱的用途到底是啥人来决定？再多的钱都无法换回2位至亲，更无法抚平心中那种伤痛。会议开始之前，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调委单元特别转述，代替泰鲁阁事故罹难者家属来批。检方进前对肇事者求刑上悬5年至10年，家属是质疑49条人命，1条命敢若等2个半月，互家属无法度接受。为了回应各界捐款的爱心，卫福部成立赈灾专户，短短2礼拜拢总募集11亿1千万。因过立委是批评善款监督委员会灾民代表敢若2个，而且甲即马也毋知是啥，善款的用途到底向公准算？本次太鲁阁事件，19名代表只有2位灾民代表，比例是10.5，史上最低。为什么呢？这里面事件没有说要重建房子啦，或地方道路上，这次没有，这次我们的决定就是要用现金把社会的爱心做一个适当的分配。另外，由立委烦恼，即马的公益款务条例对什么叫做重大灾害无讲好清楚，款务了后的监理使用出来的款项这问题，拢欠缺明确规范。重大灾害来讲，是要回归这个社会救助法，还是灾害防救法等等的定义？不然在整部法，我们看了公益劝募条例。完全没有定义。未来法制化的原则就是善款1毛不留，都用在受难者身上。第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件不少。但是中央答应针对公部门主动还是被动款务的相关法规，会伫3个月内提出初步修法的方向，希望未来政府重大灾害募款会当法制化，有这个法律会当依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咱来看温度。今日伫北部早暗时较凉，低温大约是19度。这些时各地较温暖，是好天，高温有30度。过到了后，伫屏东也有中南部山区拢有短暂阵雨。明仔载后日，因为风台疏离子上挖进咱台湾，沿海会有长影。风台外围环流，卖互遮方面水汽变较济。伫东半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吹东风，西半部是伫咧闪风面。西部扩散条件较歹，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提醒到红色的警示。来关心南投的日月潭，甲南部的山区虽然有落西北雨，也毋过水库的水是无加偌济。南投山内底的水墙嘛变甲足细港的。另外，台中的德基水库脱水量即马剩3.7%，水利署是表示，拢有在做人工催雨，也毋过效果有限。雨落甲噼里啪啦真大声，这场雨，民众讲真正感谢天公伯啊！那南投的武界日月潭也落大雨。点头赶紧找篷布甲物件砍掉咧。18暗头啊，南投的武界甲日月潭山区落大雨，不过这场雨虽然落真大，不过落无久，大概只有落20分钟，无法度来解除空化情形。19下晡也无出现前一天落雨情形。欠水是真严重，南投德山三林溪园区内底瀑布，伊用水量真大，水一直冲来，不过这阵差真多，根本都无啥水。它是比较宽的，那现在只剩下还是存一杠了。连负责供应大台中地区的德基水库水位是继续下降。根据水利署的观测资料，到19早起7点已经降到1327公尺，有效脱水量敢若剩3.7%。集水区附近的土石拢看得到拢现出啊。虽然甲日月潭上关拢伫山区，不过这阵拢也是无落雨情形。都没有下雨，都没有下雨，完全没有帮助了。而台南的乌山头水库也因为水量伤低，互石更琴之称的凉亭基座也现出来。根据气象局的观测资料，嘉义甲高雄的山区伫19下晡也出现热对流的现象。水利署是赶紧把时机伫闸门水库甲嘉善县也放净雨验制来实施人工的净雨，不过实际效果也是真有限。我们这次所做的云层，主要是来自于午后雷阵雨的云层，那非常的零星，热力作用不强。所以经过人工阵雨后，它的效果还是相当有限。水利署表示，虽然这阵分区供水机势沿沿长水库的民生供水到5月底，不过预计有效来缓解这个可换时机点是在5月黄霜啊雨的时阵。水利署预计在中部甲南部分别要乌88口甲30口的水井，希望度过这个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
在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因为靠岸南投日月潭水位下降，因89栋的土地即马是看现现。日本时代因为要起日月潭水库，无赔偿，就强制征收当地居民120甲土地，至少有200户爱刷走。因的子孙昨昏是甲祖公的新祖牌仔拢请转去日月潭，要求政府爱还因土地。来看《自由时报》，美国 CIA 预测全世界的生育率，咱台湾是上压尾一名。亚洲地区的所在，真侪国家嘛拢掉车尾，5名分别是香港、澳门、新加坡、南韩甲台湾。来看《联合报》，香港的一团媒昨昏公告讲，拍算要卖掉咱台湾的苹果日报，即马有2个买主有意愿，已经甲某一个买主签订无法律效力的备忘录。来关心，昨开始，民众若准讲有出国的需求，就会使自费家己开钱去住 AG 的预防社。昨是开放资本的头一天，想袂到台大病院、台北马街、桃园病院，遮的病院全部拢互资本了了。也毋过下资格会使住公费 AG 预防社的人，目前伫全国敢若3万外人去注射尔。早起10点。卫福部伫桃园病院的线顶有药门诊一开放，随互民众注文了。因为新冠 AZ 疫苗19起开放有出国需求民众自费有药注射，虽然无需要负担疫苗成本，也毋过爱付挂号费、检测费甲注射费。目前规划4月21号之后呢，可能会规划每一天的下午都能够开放这个自费疫苗施打的门诊。那目前呢，有在规划说是不是一个诊就是可以容纳100个人。开放自费有药第一天，民众真踊跃。台大病院到5月初有9班的自费注射时段，拢真紧满啊！也爱考虑加开下投注疫苗门诊，保守估计已经有540人等待有药。台北马街病院也表示，自费疫苗门诊已经有大约600人有药。指挥中心也表示，自费疫苗释出1万剂，提供5000人注，若注的人数会评估搁扩大剂量。这个族群就是达到就是超过，就几乎快到5000人，但我们会评估再扩大，提供更多的疫苗，自费的疫苗。也毋过反过来看，公费疫苗部分，做的人也是无济，目前累计只有32450人注疫苗，高新增24件不良反应通报，其中23件是非严重不良事件，1件是其他技术严重不良事件。20几岁的女性啊，那她是注射后接种后当日出现疲倦、四肢酸痛、畏寒、发烧、关节痛、恶心、注射部位疼痛等症状，那已经好转。另外，高雄市民生病院红豆所以竞赛方式变相要求院内医师人员注疫苗，也毋过院方澄清，这是鼓励无强迫，也袂影响科技。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强调，方法正确，无反对。若有人感觉方压迫，会当向卫福部反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00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76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5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1500万例，巴西已经超过139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0万例，法国是超过535万例。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今日表示，全世界是有法度伫未来几若个月内会当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毋过前提是爱公平分配资源。伊嘛将烦恼讲，目前看起来已经是伫25岁到59岁这个人内底拖甲真紧。We have the tools to bring this pandemic under control in a matter of months, if we apply them consistently and equitably. Infections and hospitalizations among people aged 25 to 59 are increasing at an alarming rate, possibly as a result of highly transmissible variants and increased social mixing among younger adults.
有参加会议的瑞典环保小女童贝利是强调讲，要控制疫情的前提，就是爱公平分配预防车。因为高收入的国家有1/4的人口拢已经有注预防车，也毋过第三车国家却只有1/500的人有注预防车。伊是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爱公平分配世界资源。专家嘛表示讲，顶礼拜世界卫生组织收到全世界通报有520万例新增加病例，这是疫情爆发以来过一礼拜上济病例数。嘛呼吁讲，即马全世界共款袂使放任防疫措施。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伫家牢内底绝食，传出即马有性命的危险。伊医疗团队想要入去甲看，也毋过并无受到允准。伊的支持者即马是发起大规模的示威。美国嘛已经警告讲，若准纳瓦尼过身去，一定会互俄罗斯付出代价。纳瓦尼的医术团队18日伫推特用这段影片，表示对目前伫咧服刑的纳瓦尼身体情形感到担心。因17接到医疗工业的资讯，发现正伫咧绝食的纳瓦尼健康情形恶化，引起家家要甲伊看，等2点外钟又完被拒绝。团队讲，纳瓦尼伫咧家家接受治疗是残忍并且可怕。крайне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калия, нарастание креатинина, которое может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ть о прогрессировании почечной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и. 记当讲，纳瓦尼的查某囝希望俄罗斯当局准医生入去家家替伊老爸看病。纳瓦尼是自3月30日开始绝食，抗议家家方面无就伊的骹甲骹脊边的问题提供适当的医疗。家家方面讲已经安排医生，也过互44岁纳瓦尼拒绝，伊坚持要互家己境的医生看。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凯林伫咧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的时阵，讲到纳瓦尼目前的情形。Of course, he will not be allowed to die in prison. Navalny has been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which lies not so far from the place where he is serving his sentence. As I understand, he does not complain anymore. 纳瓦尼团队为了要抢救伊的性命，讲非常时期才用非常手段，希望民众离尾案，也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几点钟了，伫全国各地上街头示威，并且希望这是俄罗斯史上规模上大的抗议行动。Мы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не дожидаться сбора 50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на нашем сайте. События развиваются слишком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и слишком плохо. 纳瓦尼的情形受到国际社会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讲，已经警告俄罗斯，若是纳瓦尼死伫咧监狱内边，俄罗斯就要承担后果。德国、法国、英国一个欧盟拢对此表示关心。欧盟的成员国家外交部长伫19布鲁塞尔开会时阵，也会讨论纳瓦尼的情形。公司新闻吴玲编辑。那美国嘛是无啥平静。美国最近是一礼拜内，小连续发生几两件枪击案，尤其是顶礼拜伫印第安纳州的联邦快送仓库的枪击案，造成8个人死亡。8个死者当中有4个拢是涉及教徒，即阵敢有牵涉宗教问题冲突，即马正在调查。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郡一间酒店外口，伫枪击案发生了有封锁线，警方伫咧现场搜集证据。这件案件发生伫咧当地时间礼拜透早12点外，凶手敢若是伫咧酒店内边甲人发生纠纷，被人请出去，无偌久了就举枪登去杀人。附近的徛家讲听到10几声枪声。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件枪击案是针对特定人士不还手，这么正全力伫咧对掠凶手。I can confirm that there are 3 people that have died from the shooting. We believe that our suspect knew who he was targeting here tonight. 同一天，伫德州的大城奥斯汀一间公寓也发生枪击命案，造成2位西欧的女性加1位非洲的男性死亡。嫌犯是41岁非洲的男子，进前捌做过警察。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is individual at one time was a deputy for the Travis County Sheriff's Office. 警方讲，嫌犯伫咧去年6月，因为性骚扰儿童被起诉，遭到行政停职了就辞职。因为这件案件凶手甲被害人熟悉，所以有可能是家庭悲剧。杀人的原因也在调查。伫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了，全力伫咧推动枪击管制法案，希望会当降低枪击暴力。不过，枪击案到即马依然常常发生。
过去一个月平均一天就发生2件，发生伫顶礼拜四的联邦快递抢劫案。凶手伫咧去年3月，捌因为伊的老母不还讲伊有精神状况，被警方没收伊的散弹枪。杨国炳又搁买2支这边作案的长枪，造成8死7伤的悲剧。死者内面有4位是失去教徒，警方正伫咧调查是毋是有针对特定族裔或者是宗教。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盟即马是个宣布要制裁甲缅甸军方有关系的2间企业甲10多人。目前欧盟已经加强制裁甲缅甸军方相关的35个人，还有2间企业。来关心随望俄罗斯甲美国咧未拄好，也毋过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同款讲要去参加日的时，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线顶气候峰会，而且阁会发表演说。来关心美国甲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针对这件代志，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是表示讲，这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有重大意义。来关心咱台湾提供予有专业的外国人会当伫咱台湾找头路的就业金卡，对2018年2月份到今已经发出2000多张，其中嘛包括一寡香港的演员。香港艺人黄秋生的名册卖奖夜，4月13开始连续打出逐天的菜色，敢若是咧隔离，地点应该就伫咧台湾。下骹留话拢是咧说恭喜，因为伊申请到台湾的就业金卡，国发会证实讲已经核准通过。那他的确也符合资格，因为我们的就业金卡8大领域当中有一个领域就是文化艺术的领域。比如说影视，或者是他在影视方面有得到国际大奖，那所以他是符合资格，所以那时候文化部就核可，然后他就拿到这张卡。就业金卡主要是发予外籍的专业人士来台湾工作使用，分做科技、经济、教育等等的8大类。为2018年2月到今，已经发出2447张。甲一般外籍工作者摕就业 pass 卡无同，金卡的权益包括无需要封测，阁有减免所得税等等的优待。效期上长3档，阁会当一直重新申请。不过，港澳人士甲外籍人士上大的无同是，无法度申请永久居留。传说中的我的就业金卡 ，and it's actually gold。不就是说你只有这一份工作可以做，你可以自由工作。我觉得很棒的是，它可以让很多想要住台湾的外国人更顺利、更自由的工作。欢喜点出伊的就业金卡，为美国来的梦想无彩戏，华记讲得真好，定定伫影片分享台美文化无同，今麦正做台湾所请的外国文化艺术类的人才，要互国际更加了解台湾文化。另外，伫疫情之下，因为台湾防疫成功，加上主通性的表现等等因素，拢提悬外籍人士申请就业金卡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昨下晡3点多，伫台北火车头附近的军品酒店发生火灾，当中有所开300多人，火烧甲真猛，加在无人伤亡，导火原因也伫调查。哇，我的天哪！大楼外壁火一直烧出来，高烟一直冲出来。换一个角度来看，火是愈烧愈大。第一时间，真侪民众甲员工真疯狂对大楼走出来，伫外口伫等待。真侪警察甲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甲人先疏散。经有水管线水将在20分钟内底甲火拍熄。第一时间知道通知之后，我们就立马先疏散客人，之后再疏散员工。进去，结果就是说里面失火，所以就出来了。立刻听到消防车的声音，我就赶快跑出来，然后火烧得超大的。想到司法经过，也是感觉真惊。看到人讲当时是身披着真臭屁的味，所以看到火烧出来。而消防人员指出，导火所在位在台北京站大楼5楼的军品酒店。来到现场发现酒店灶骹外边的阳台，把油烟管甲藏的物件已经导火烧起来。烧起来面积大约是5平方公尺，只是为安怎的导火烧起来，也等待进一步来调查。是火舌沿着排油烟管的内部，所以说整个火舌初步看起来非常的大。但我们立即布水线，及使用室内消防栓进行扑灭。另外，京站大楼平常时人客真多，毋但5楼有名的饭店，大楼内底更有百货、影城，甚至是台北转运站、台北车站，拢有伫遮做转盘。这摆总共疏散302人，加在无人受伤。而京站也强调，会场安全无问题，全馆是正常来营业。记者综合报道。风
风声讲，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头一摆买卖武器，互咱台湾这条拍算伫咧定案。不过，国防部长是表示讲，咱也未收到正式的通知。另外，最近因为 F-51战机发生事故，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表示，确实有影响3个飞官退出训练。空军司令向武基19早起到台东市立殡仪馆，向失踪27天了找到的潘英准飞官灵堂上香，也代表总统慰问家属听因的诉求。潘英准的老爸除了表达感谢，也讲以后生为荣。感谢总统跟司令他们的关心，还有三军所有的受难人员。空军司令部讲尊重家属意见，为潘英准举办隆重公祭，对进效效的关解。针对 F-51战机半年来发生2件飞安事件，3位飞官殉职，这么团讲有3位部分队的飞官退训。最近遇到这些事情有一些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不予否认。但我们持续的来强化宣教跟士气维护。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一遍对台军售的 M109A6自走炮案，团讲美国在台协会已经通知咱方。美国安保局伫最近也已经知会国会停止进行广告。M109A6互人形容是一台车就一个炮兵连的战力，邱国正对此正低调。严格伊讲，台美双方拢认为台海目前情形较严重。这个案子我到目前并没有接获正式的告知，我没有参加他们访谈觐见总统这一块。但我们召开的这个专案会议这个内容，大都针对不管是区域方面的。对国防部要成立防卫后备动员署，推动后备战力改革。立委江启臣建议应该先修订全面防卫动员准备法，让各部会了解这个战争时期的责任。另外，为了要提升国家自通电的安全，发展无对称战力，国防部参谋本部、自通电军指挥部要改造做国防部直属的军事机构。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台湾的营造业的欠工人，连台北捷运环状线的工程嘛，头一摆出现无人来投标的状况，因为这款工程是真抢市。捷运局是分析讲，因为即马大型的工程拢在做，加上疫情的关系，伊工无法度之外，才欠工。全台营造业继续大欠工，也影响上报最近上大的公共工程。捷运环状线南环北环段，原本预计今年第动工2028年会当完工，不过北市捷运局4月头一摆招标经费达到8亿的捷运工程，却无营造商投标。北环段 Y26站设置树林旧家里，当地希望紧动工，紧度过交通黑暗期。大伙也是希望说能够赶快让它如期的施工啊。可是因为现在目前应该是都流标嘛，我也希望政府说赶快这一方面能够解决啊，让地方不要说再继续没落下去。李就表示，目前历来只有进行工程前，前线路桥的前置作业，像沙洲文林路甲中正路口的天桥的大型时间无看到动作。根据了解，捷运局内部分析，营造商可能有3大因素无来投标，包括疫情地区移工入不来。大决定南科工程用高价抢工，甲各地大型公共工程，像桃机第3航站、捷运万代线顶轨道建设，拢连续开工。捷运局也内部检讨，向潜在厂商了解，敢是有工期过底，工料成本起定进行调整。一旦第2、3摆个流标，就爱向顶面停步。人力需求是那么的大的话，你要不要多花一点钱，就帮这些移工出这些居家隔离的费用啊、自主管理的一些相关的费用，然后让这些移工可以赶快进来，用专案方式进来我就跟你讲清楚，你就只能3年。那这样或许3年到以后，这些人把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学者认为公共工程多，建商定推案，地区人力需求增加。呼吁政府许可以专案方式开放移工，以3年为期限来台工作。到时相关工程完成了后，移工需求减少，也未拍乱劳动市场着数。记者综合报道。台电4月初时在进行一场毒药工程的时，有工人无细致甲冷水管挖破，环保团体是开记者会，即期台电敢有材料来做这款工程，呼吁过程中要有高层来监督。台电4月初进行一场毒药工课的时，逼出无丢伫甲降温水管挖破的代志。虽望台电是不会讲，互人挖破的水管是有备用的水管，迄间的降温系统是拢真正常，袂有危险。不过环保团体呼吁，应该设立中央层级的机关来监督一场的毒药。我们如果参照国际的经验，它必须做人事的重整，然后后端有没有人力，或是要其他的处
那我想，厨艺的安全必须做严格的管控。我在行政院提出要成立厨艺委员会，要做什么？做厨艺的监督，包括厨艺后，按照国际惯例，要做地方的修复复育。宽团讲，核电厂伫营运甲厨艺两个阶段是需要无同的专业人才，无厨艺经验的台电，因是真积极，敢有这个才调，会使处理厨艺的工课。目前的这个台电的核能后端处，目前是从来没有处理过厨艺，甚至连核备的问题到现在也没办法解决。所以到底你们是不是能够向外界保证，就是你们的能力是足够可以来执行厨艺的工作的？那其实，在还没有进入厨艺之前，我们都会有组团到欧洲啦，德国、法国还有这个日本、美国都有去考察，了解一下国外的厨艺是怎么样的做。我们机组停机之前，这个3年前就送给原能会去审查。那我们也特别去聘请了这个国外也这个厨艺有经验的一个国外顾问公司，来协助我们进行这些的厨艺计划的规划。核能后端营运处讲，一切应该做的拢有详细规划，对于环团建议设置中央层级的机关来监督。营运处表示，包括事前的规划、事后的处理，中央的园林会一切作业拢有咧监督。记者郭碧君、陈波罗台北报道。来关心中央院的研究团队发现，讲阳明山的大屯山火山群，伫地下8公里的所在，有一个面积差不多是北投这么大的岩浆库。或者是预测讲，若准喷发，天母北投影响上大。不过火山要喷发，会使提早知影，所以民众嘛唔免紧张。大屯火山群有上新的发现，由中央院地球科学研究团队伫2016年发现大屯火山群下骹有岩浆库存在。本来认为岩浆库是伫咧地下20公里的所在，经过5年来继续的追踪观测，实了上百个台湾电力的关屏地动站，伫今年3月侦测到上新的火山岩浆库3D的影像，竟然只敢伫咧地下8公里的所在。三维影像告诉我们说，这个岩浆库的深度比我们2017或2016那个结果，更浅。它的顶部岩浆库顶部大概只有还这个水平面底下大概8公里左右。那形状它比较像是一个牛奶罐的形貌。研究计划主持人，同时也是大屯火山观测站的主任林正宏讲，岩浆库是一个直径8公里、宽12公里的圆柱体，圆顶的面积50平方公里，大小差不多是一个北投区这么大。台湾常常发生地震，确实讲大屯山的岩浆库喷发，林正宏预估喷发的地点可能是自七星山、大油坑或者是洪水山晒地点流出来。实际影响的区域，再看岩浆流向倒一个方向。若是向北边是流向金山区，向南边是北投甲天母。不意味就说8公里就是一个很高的危险的警讯，但是它的岩浆只要比如说从8公里跑到4公里，那我们就会侦测到这件事。5公里、3公里、2公里，越来越深，我们就知道说岩浆就从深部越来越往上跑。考试讲火山若喷发了哪有景？林正宏讲，火山观测站会一直观测岩浆地质的活动。考试讲侦测到岩浆库有无正常向上升的情形，就会定量发生地动，就会提出有警。不过喷发的速度无同款。根据国外火山喷发有警的经验，伫火山喷发的前1礼拜，甚至是1个月前，拢有出现一寡现象，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南做阵过岭的天后宫，庙内有5尊已经超过300年历史的金身，伫顶个月底风头提走。庙方已经报案，嘛提供20万的奖金，希望民众斗找。伫台南的一间做阵过岭天后宫，庙内所服侍的天上圣母、千里眼、顺风耳、三太子甲土地公，顶个月底，互信众发现庙内铁门的铁链仔甲锁头拢互人剪断，内底5尊300年以上的珍贵神像也已经拢互人偷摕去，赶紧报案，请警方斗找。我差不多6点半来发现就，神明金身已经被拆了，历任的祖先就一直随从他们拜到我们现在啊。我们不舍得说因为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这些神像被拆啊。
即马庙里除了互人偷摕走的5尊神明，敢若剩3尊较新的无互人偷摕，嘛会当看到印鑑搁留伫神道顶面。其他较好脱手的香炉等等的物件也拢好好完在，因为即5尊神明的形体真特别，敢若咱人的一个手底大，庙方也真危险犯，是专工来偷摕。迄天嘛随去报案去备案，新华分局侦查队，迄个部市警察局建设小组嘛拢来嘛，阮就是讲。就阮的希望寄托伫咱警察局遮看有当去甲阮利用这附近的监视器甲阮过滤，若当找就是上好啦。若是找无，就是阮证明大家去参详，我嘛是还去定调啦新化分局表示，神明是地方居民的信用中心，一定会全力找找。庙方除了等待警方的消息，即马阁提出20万的破案奖金，呼吁民众提供监视器的画面甲相关的线索，希望量早甲神明找到回。记者综合报道。那婚姻到了，是有一个做碰椅的师傅，知影讲这无电的电池啊，乌白电真多，所以伊想开一间良心商店，鼓励大家摕这电池啊，会当来换碰椅。结果良心商店无人顾店，嘛定定着贼头。边仔就有警察的巡逻箱，毋过即个贼头举头三尺无神明，要是去倒落的即间良心商店，甲电池拢偷走，互头家真生气，佮无奈。即摆这巡逻箱啊，佮装监视器啊，佮有上锁啊，这小偷嘛是照常无咧甲即个目无王法的对吧？无咧甲警察信道的对吧？照常偷，落啊去嘛毋惊，上锁伊嘛甲我破破，规个迄个习惯拢甲弄歹的对吧？照常甲偷甲摕个空空去，这实在有够过分的对吧？因为感觉废电池对环境的伤害真大，头家才创这间良心商店，只要摕电池来回收，就会使交换伊亲手做的细料碰椅。毋过良心商店无人看过，专看民众良心来交换，想袂到要是有人甲电池偷走，商店失不一当，竟然得到贼偷5、6届，互头家对人性感觉失望。发现窃嫌以徒手的方式窃取当地的废弃电池。后来我们用周遭的路口监视器确定犯嫌使用车辆之后，隔天24晚上立即通知陈嫌到案说明，陈嫌也坦诚心切。家在倒来的警方真紧就抓到这个贼头，不过这偷念偷占是一世人欠，人就唔通做歹代志，暗时才困的落眠。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头一间国家级的摄影文化资产保存中心——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伫今仔日就要开幕，有安排国内外展览，其中伫咱台湾的部分是要展现日本时代到二战这个时阵珍贵的相片。1884年的法国军舰，也有1875年的日月潭。这批19世纪的台湾相片是早年外国摄影师伫台湾翕的。规划展览的林鸿忠老师表示，希望透过外国人看台湾的角度来理解相片背后的权力关系。想讲19世纪的迄阵台湾的所有的摄影，拢是迄个外国人，大部分拢是西方人来台湾翕的，所以讲伊翕的，就是要翕互西方的观众咧看。所以讲这内底有牵涉到你讲。到底西方人安怎想讲台湾的影像应该是安怎做的？所以讲这来后面是种影像权利的关系。这款珍贵的相片目前伫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这座台湾头一间国家级的摄影文物保存机构，经过民间摄影界为1994年开始走踪，2015年伫文化部正式启动国家摄影资产的抢救计划。一路参与的摄影家曾玲嘛希望未来摄影文化中心会当串联举办全国性的摄影活动，建立台湾品牌。台湾国际摄影艺术节，或者是台湾国际摄影大会或者博览会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活动，不管是1年1度，能够变成一个固定的常态性的一个举办。这样以建立台湾的一个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品牌。文化部表示，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的主要任务，除了抢救、修复老相片，研究推广嘛是重要的工作。要让台湾摄影家的摄影作品有处通转，
除了台北馆，未来嘛希望伫台湾各地头拢会当设立国家点样文化中心，透过一张一张的相片，讲出台湾的土地故事。记者杨淑晴、曾派文台北报道。前一阵啊，前日大学大文馆换锁头的风波引起社会关心。退休的教授张良德，伊自细汉时就对文学有兴趣，尾也行学术做研究，嘛成立咱台湾头一个台文系。伊对台湾文学的贡献真大，这一路的酸甜苦涩，咱做伙来了解。他们每人轮流的喝了2、3口西瓜水，虽然味道有些不好，但他们还是吃完期待已久的大西瓜。一篇大西瓜的故事，讲述台湾半世纪进前的生活模样。作家张良德为国校5年开始写作，初中的时喜欢看武侠小说，读台南师范的时阵开始接触世界文学。第一遍的毕业旅行，拜访台湾作家文心。文心送给张良德一本册，伊的写作重心开始转变。战后台湾的第一代，由日文变成中文第一代作家。他送我一本书，一本小说，就写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那一次毕业旅行回来，我才真正的才注意到自己脚上的所踩的这一块土地。高中迄一年的毕业旅行，张良德因为本心注意到台湾所发生的大小事，嘛开始创作台湾乡土内容的小说。作品大部分拢刊伫《联合报》的专刊。专刊也收集侪台湾作家。有一日，张良德伫专刊看到情理河过往的消息，透过安排和情理河的部件见面。这边见面嘛是张良德为写作专项收集文献的关键。我就甲总点名讲，我一定要互恁爸爸重见阳光啊！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下山了。我就提名，恁爸爸所有留落来这果，我拢要收起来，我来整理。一句我来整理，张良德前后后用10多天的时间完成整理好作家专辑，嘛成做台湾头一个出书台湾作家专辑问世人物。那互台湾本土作家有完整的面貌，对后辈学习嘛有真大帮助。有当时有作家可能是手稿，有当时可能看伫报纸是杂志，所以呢，专辑的时阵，咱就爱做一寡工具，就是讲为遐慢慢收集，去拜访迄个作家的后代，安尼做出来了后，咱的学生囡仔后来来要看的时阵，咱较有一种全集式。张良德用一世人的时间整理这位台湾作家一世人的心血。一位创作、整理、收集文学资料，也佮创办台湾头一个台湾文学家。一路行来，张良德也继续咧为台湾文学打拼。即阵佮提出老人文学的概念以及文学远古的梦想，希望台湾文学会当行入生活。记者杨淑成、张乐水综合报道。在镜头，咱来国外，咱来关心智慧科技自动驾驶这款技术，用伫赛车，即马车是愈赛愈大台。对汽车巴士到火车拢有。俄罗斯即马有一间科技公司，就当在替俄罗斯的铁路要推出自动驾驶系统。总部设伫咧莫斯科的人智驾驶，是一间伫咧开发无人驾驶的科技公司。因所生产的传感器加神经网络，互车伫咧驶时阵，会当随连接当伫咧头前的物件是虾米系做出反应。这套系统也佫特别针对俄罗斯铁路的恶劣的条件做训练，无论是落大雨、暴风雪、日时也是暗时，电脑拢会当连出正确的轨道。Дальше настроят гипотезы, и эти гипотезы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сходятся к одному из двух путей. То есть куда бы ни был, то есть вот есть разброс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й точек GPS,
И потом, благодар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данным самой технологии, так как она работает, она сходится к одному пути,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чень-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 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себя верно с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ть. Появилась еще одна пара умных глаз, которые не устают и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все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округ. За сигналами, людьми, за светофорами.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важно при маневровой работе, когда характер работы монотонный. 另外，这间公司所开发的自动驾驶采收车，去年就已经开始运用在农业方面。По всей России имеет там одного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агроботов, то есть и уже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2020 года более 770 тысяч тонн зерна собрано robotisirованным способом. 所来因计划要伫中国、美国甲巴西这款有大面积农业的国家设分公司，也按算2023年开始公开募股。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那自动驾驶真高，咱人类伫太空嘛有突破。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无人直升机创新号已经完成人类史上头一摆伫火星试飞的任务，这嘛是咱人类头一摆伫火星的飞行。NASA 表示，有影是打破纪录。这是美国加州帕沙迪纳 NASA 喷射实验室内面传出欢呼的声音。因伫咧庆祝的是伫咧火星顶头的无人直升机创新号做缔造的历史，伊成功离开火星的表面3公尺悬。飞39.1秒，然后降落，是人类史上伫另外一粒星球正经有动力受控制飞行。The atmosphere there is so thin, right? About 1% compared to that at Earth. That's like on Earth being elevation 3 times the height of Himalayas. So the air is very thin, and Ingenuity had to be really light, small, and has to be able to fly in this thin atmosphere and survive on its own. 根据自火星传回来的资料，当1.8公斤的创新号是伫美国东部时间19透早3点34分创新的飞行记录。资料伫几点钟久了传回来地球。NASA 讲，这是莱特兄弟1903年开家己制造的飞机飞起天顶，为人类开启飞行新时代了另外一项新的纪录。Ingenuity is quite different. It had to be designed from the ground up for a very alien, very harsh environment. We don't have drones that survive minus 130 degrees Fahrenheit at night. 这边试飞主要是要做技术的展示，创新号又发到飞90秒钟，返回300公尺。创新号这边试飞成功，又为探索火星甲其他太阳系星球开创一个新的模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小落，高温有30度。敢若伫北部早暗较凉，低温大约是19度。若过昼了后，屏东中南部山区会落地渐准雨。明仔载后日因为风台疏离子较靠近咱台湾，所以沿海会有灯影。东半部甲北部山区明仔载嘛会落地渐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6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